怎么了，郡主？我梦见完姐姐她……不算，做梦不算。不行，我要去看看她。天黑路滑，我们陪你去。郡主，这死人死沉的，弄屌丝看起来挺瘦弱，没想到抬起来这么沉。你还有心思调侃这个？待王妃问过，我们该怎么说呢？只能一问三不知呗。我们可不能得罪吴莲，他可是王府的红人。姐姐，你为什么不等我救你呢？姐姐，我绝不会让你白死。王爷明日就要回府，你今晚却在府里闹出人命。王妃明鉴，是因为那孟婉说她知道什么郡主的秘密，所以我才……住嘴！郡主是本宫的表妹，承恩王府的郡主，王爷未来的贵妾，能有什么秘密？是吴莲莽撞了。吴莲一心只想让王妃在花朝节上一展绝代风姿，却没想到王爷明日回府，请王妃恕罪。王妃，我吴莲这么多年忠心耿耿，我对你的心，你是知道的。我知道有什么用？只怕府里人多口杂，传出你去过司牢之事。胡莲，本宫纵你，是因为你知道本宫的心思。见你秀技出众，本宫心里宽敞，但若恒进府后，你屡屡失了分寸。吴莲知错了，只怕我再保你，难堵悠悠众口。吴莲确实该罚，但我就如这王府的草木，猫狗只跟着王妃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罢了，孟婉之事我已知晓，与你无关便是。待王爷回府，你莫再生事，否则不关荣辱，只关性命。怎么样？孟姐姐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被扔在乱葬岗。听说王爷近日要回府了。若恒郡主，您在吗？王爷的人马已经到了城郊，今日晚些便能进城。王妃请郡主过去议事。王爷进城是大事，我家郡主昨夜感染了风寒，待我家郡主好些，便去王妃那里。可这……回去告诉姐姐，我洗漱沐浴之后就过去。我是姐姐的妹妹，定然不会让她在王爷面前失了颜面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我们走。我也去。小桃，你需要留下，替我送送婉姐姐。虽然与她相识不久，但她的大义，小桃亦是终身难忘。走。先生，可是王妃唤我去？不是，是郡主。跟上。是。
孟婉姑娘已经走了，还请节哀吧。这是她紧紧攥在手里的东西。这东西，胡莲从不离手。不知道孟婉姑娘跟你讲了没有？如果她走了，让我带你见个人。谁？人就在夜狐帮，到了就知道了。王妃，有人来报，王爷呀，已经到城门口了。叫你听少。记住啊，我让你说话你再说话，听见没有？这是，小九，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他是小易。自从被无莲侮辱之后，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。那乱葬岗的绣娘，不是小易？是，孟婉姑娘提前做了手脚，救下了小易，并把她托付给了我。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孟婉姑娘怕扰你心神，说。她说什么？倘若有一天她不在了，让你我好生照顾好小易。别怕，小易，你看看我，你还认得我吗？我是如兰姐姐。小易，我们一起为自己复仇，你可愿意？但是你要学会说话，要好好的，懂了吗？懂。吴信，吴先生，吴信出门还没回来呢。你慌什么？是王爷回府，管事的让我赶紧到二门集合。王爷回来了。是。郡主的生辰帖已经请寺庙大和尚走过礼仪规制，但与王爷的生辰帖相合便可，请王爷王妃过目。王爷满意。郡主在哪儿？由此可见，此番回来还是为了他。本王不是都已经见过你了吗？王妃美貌，不输当年。王爷此话当真？帖子都已经送来了，怎么还不去请？王妃，您的美意不就是想把王爷留在府中，留在身边吗？况且那若恒郡主不过是一时。王爷倒也不必心急，这人就在府里。
王妃贤惠，分明事理，心有不悦。王爷高兴，我便高兴。只是突然想起，我年轻时，王爷与我也是寸步不离的。你我夫妻10余载，如今怎么还说这样的话？去，再去请郡主。是。今日王爷回府，姑娘千万要小心。放心吧，我们早有准备。可是小易他有我呢，你放心就好。今夜若有人为难，姑娘也不必太过勉强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我会在角门戏外随时等你消息。有劳各位议事了。今晚3更，老地方见。走。你家主子的事儿，你说。我家主子今日更衣换装，屡屡不满，随即便想说去街市上寻几件能让王爷欢喜的衣裳。平日里也没见若恒如此讲究，倒是王爷回府了，他姐姐说谁？说你呢，平日里日日见你，今日王爷回来，反倒7请不见8请不见的。我是为了姐姐而来的，姐姐莫要笑话我。我也并不是不见王爷，只是……难得你也有害羞的时候。若恒，见过王爷。若恒问王爷安好。抬起头来。何必在这里看来看去的？以后有的是时候。初次见面，让王爷见笑了。这么晚，姑娘，不会是绣错了吧？这无脸实在太行了。找到了。混蛋！真是个畜生，拉出去砍10次头都够了。我先前也不太敢相信，总觉得挥洒出烟雨秀这般手笔的人，也不至于干出这么卑劣的事。没想到，这个畜生，冒险也要将这个东西带在身边，定是要忍不住时时拿出来品味自得，却正好给自己织下了一个罗网。这么多绣娘，只有如兰一个人敢去官府报官。我也恨当初自己的怯懦，是不是要从长计议？没错，这事牵扯甚广，涉及太多人的名声，甚至是性命。
得从长计议。小叶，小叶，别害怕，就是张帕子而已。别怕，以后没有人会伤害你了。别怕，没事了。得抓紧告诉如兰，名单找到了，有姐姐在呢，不害怕啊！别害怕。王妃，王爷回来了，应该高兴呀。我应该高兴。王爷回来了，我打扮得如此精细，可他还不是去了他那里。王妃，您本意不就是请回王爷，留下王爷吗？话虽如此，可本宫还是心里不快。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。你可知本王最爱淡如菊，香如兰。王爷何意？你我之间，自是男女之谊。王爷，你我还未合婚，以礼数不合，若恒不敢。是不敢，还是不情愿？我既已经来了，王爷还要问我情愿与否？既情愿，那便借今晚月圆之夜，从了本王吧。郡主，郡主，原来郡主在这儿啊！我寻遍了院子，才在这里找到郡主。小桃说，今日郡主定开怀畅饮，她给您煮了醒酒汤。啊，正是，我正觉得有些头疼呢。果然喝酒误事啊，当真是辜负了这轮圆月。去吧。如兰姑娘，你可还安好？请放心，我今日见了那王爷，感觉他只是性格豪爽，并没有出格之举。李小手已经在烟雨绣庄得手了，无莲把受害绣娘的名字都绣在了帕子上。铁证如山，咱们可以动手了。且慢，还差一招。他罪恶昭昭，还差什么？得找到愿意自证的绣娘。自证的绣娘，这谈何容易？可花朝节近在眼前，错过了，就再难寻这样的好时机了。没事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只是担心如兰姑娘在王府。我也还差一招，刘大哥，花朝节成败，在此一举。王妃，郡主求见。进来吧。你不去陪王爷，倒还有心来看我。妹妹是姐姐的人，有事自然是第一个来回复姐姐。什么事？若不是今日与王爷详谈，我竟不知这府中居然有人想暗害你。谁能害我？正是那无莲。你若还是跟他无休无止的争闹，便不必跟我说了。无莲深知本宫的喜好，在这锦绣城里，也只有他能绣出我想要的。王妃，吴先生带着花朝节的礼服来了，请您试装。请他。姐姐，你若是想听我说，我便说下去。
你若是想要那吴莲替你侍医，那我便先行告退了。洛翔，让他回去早些休息吧。是。你说，王爷常年在外，定是见过无数繁华。但是王爷此番回府，却只见到了素月浅香，而吴莲虽然秀绩为佳，但每每以淡色为王妃制衣。此番王爷回府，见姐姐衣着行事还如以往般素雅，未免失去了新鲜感。你继续说。这山茶花乃是番邦之花草，美是美矣，但是在花朝节大礼上，若是有心之人说姐姐理应外藩，姐姐何解？他不过就是个匠人，懂什么番邦外邦之事？若是凡人，许是不懂，但是这吴莲，在绣界为家，在这锦绣城里，来往之人非富即贵。便是听也知道，此番王爷远征亦是为了平番。若是他无心害人，又怎么会绣上这个？他居然还有这种心思。吴先生，王妃请您不必再等，郡主正在殿内与王妃谈美衣之事。王妃可还喜欢？郡主说，先生只知浓墨重工讨王妃欢心，却不合王爷喜好，想来是故意的。还有，大朵的山茶花属番邦所有。王妃怎么说？不必说了。今日还是没有找到任何的认证。我找了那些姐妹，但是她们谈及烟雨绣坊，全部都是讳莫如深。这最后一招，又难又险。这些姑娘若真不出来作证，这司帕和秀珍，岂不是白白费了孟婉姑娘的心思？明日继续找。如何了？王妃听了我的话，已经不再见吴莲了。没了王妃这个靠山，吴莲再无翻身之力。小九，你去找刘大哥，告诉他们，这是最后一招，成了。是。烟雨绣坊吴莲，拜见靖远王。你便是那王妃最赏识的绣工。正是在下。找本王何事？王爷，吴莲想说，现居王府的若恒郡主，是他人假扮的。你可知罪？吴莲知罪。吴莲知道，以下犯上乃是重罪，但知情不报，更是重罪。吴莲敢用烟雨绣坊的信誉作保，保我句句属实，如若不实，任凭王爷处罚。你说，现在的若恒郡主，是我绣坊上一个绣女假扮的。当年她爱慕于我，被我拒绝了。3年前，她跳了城墙。继续说。我怕此女子会为祸锦绣城啊。杜嬷嬷，我做了一整晚的噩梦。王妃思虑过重，我让他们熬碗安神汤来。王爷呢？昨晚宿在哪里了？王爷一夜未出书房，只是什么？不必遮掩。只是那吴先生一大早就去了书房，似与王爷谈了许久。这吴莲果真是要害我吗？吴先生对王妃的忠诚，奴婢是亲眼得见的，但民间却有疯传，吴先生他仗势欺人，霸揽王府之说。
一个假郡主倒换出一个真小人来。更衣。是。若真如你所说，王妃驾到。王爷，你可是多年未尝过我的手艺了。难道你不想听听他都说了些什么？凭你，也敢在王爷面前多嘴？我念你平日里如狗随形，便多给你几分颜面。你竟敢在我花朝节的礼服上绣出番邦山茶花，是想让我在全城的人面前出丑吗？不，王妃，无莲实属不知什么，无莲只是觉得那花鲜艳非常啊！放肆！你结交全城权贵，岂有不知之理？来人，把无莲关回他的绣房，不可出户。王爷，王爷！你我3年未见，你可知为了盼你回来，我用尽了办法。今日见了，倒不如不见。你的办法里包括你的胡作非为吗？你可有明察？送客。我们现在也找到了其他的受害者，现在只需要你出来作证就可以。哎，姑娘，走走走，赶紧给我滚！以后别来我们家。姑娘，只要你愿意出。你竟然没走。这花朝节还没到，我岂能走呢？无莲告诉我你是个死人，死若新生罢了，不知王爷可否听上一听？所以王妃也是被你蛊惑。我令如兰从不蛊惑旁人，只说实情，不论真假。本朝审案最重实证，若你明日花朝节前能拿来实证，找来证人，本王便可为你做主；若拿不出，你便是诬告之罪。王爷，我愿以命相押。若是明日我找不到人证，拿不出实证，我愿再死一次，以谢天下，也谢王爷今日再听我一言。你对我百般不信，却愿意相信一个死人的混话。你我夫妻10数载，并非我不信任你，而是我深知你的性情。若真知我，可知我这4年等你，等得我心力交瘁。有劳了。但身为国士，为国出征，岂能被家事牵绊？明日花朝节，你我一同为民祈福。今日心绪不宁，你先回房歇歇吧。茉莉开呀开，香飘飘。小手，不气，不气，不气。刘大哥，刘大哥，怎么样？还是没有找到愿意赐证的绣娘？难怪无莲屡屡得逞，这些人不是脑子有病，就是嗓子有病，要不然就是不说话，要不然就是不记得。这些绣娘多为平民之女，当初建烟雨绣庄就是为了学门手艺，嫁个好人家。如今我们旧事重提，也不怪人家不愿意出来作证。那些娶了姑娘的夫家，
也是想通过烟雨秀庄来攀附王府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做了多少恶事啊！他们也不敢作对。家里有个姑娘，就会被父母和夫家当作筹码。哎呀，你也别多想了，那个贾谊死在吴莲手里，是他活该。天意昭昭，迟早是要还报的。无论如何，明日王爷和王妃登城之时，我必须要闯一闯。为3年前的你讨公道的时候到了，为那些受屈辱的姐妹们讨公道的时候到了。靖远王和王妃与万民共度花朝节。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，王妃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免礼。谢王爷。民女令如兰，有冤要伸。民女令如兰，有冤要伸。王爷让他走，就是为了今日让他来吗？民意为上，若他为民而来，有何不可？请上前来。吴先生，你就自己交代了吧。于大人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如兰如今的沉稳气魄与胆识，和3年之前初见时竟有天壤之别。是郡主教导有方，如兰姑娘又肯勤思苦学，这几日在锦绣城像换了个人一样。她喂服我一片苦心，今天让我好好看看我那表姐的葫芦里到底藏了多少脏东西。如兰只盼王爷公正，为我死去的姐姐孟婉伸冤，为那些被吴莲糟蹋的姐妹伸冤，为3年前死在这城墙下的厉如兰伸冤。吴莲，你可有话要说？王爷，此女冒充郡主本就是死罪，一个身份都不明的人说的话有何可信呢？民女确实冒充郡主，但有前情在先。既然原告被告都有罪，案情又复杂离奇，不如带下去，请于大人严判。正因为案情复杂离奇，本王才要亲自审。这女子冒充若恒，必有缘故。待他日我问过表妹，表姐，何须他日？今日我也要看看这复杂离奇的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王爷，她才是真若恒，你们见过？表姐，王爷回京时，我们已然见过。谈及锦绣城时，王爷就邀请我来观赏锦绣民风景色。我告烟雨绣庄庄主吴莲，倚仗王妃势力，恃强凌弱，为所欲为，奸淫绣娘，杀害烟雨绣庄掌事孟婉。此女先是冒充郡主的身份混入了王府，王妃心死，念她有可证郡主身份的玉牌，没想到她不知感恩，竟然闹到了花朝节。王爷，此女定是别有用心，前来搬弄是非啊！你信口雌黄，明明是你先奸淫绣娘，逼我自尽，又害死了孟婉姐姐。名不虚传啊，吴莲，确实是一套好说辞。厉如兰，你可有证据？有。厉如兰，你可有证据？有。这针筒乃为常物，算什么证据？烟雨绣庄人人皆识得，此物是吴莲从不离身的针筒。
上面刻有吴莲的名字。于大人可还记得，在烟雨绣庄搜出的那把杀人刀？本官记得。此物上的刻字与那把刀同属一甲，而这针筒里的针，乃是吴莲常用之物。若是要为王妃绣衣，就必须用此针。此事，核验一下王妃的衣角便知。厉如兰，你可还有旁证？我有人证，就是王妃。她知道吴莲是最后一个见孟婉姐姐之人。我也证明，孟婉姑娘下葬之时，手里紧紧攥着的就是这个针筒。求王爷公开审问吴莲。公开审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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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葬孟婉姑娘之时，吴莲的贴身管家一直暗中观察。倘若她没有杀人，为何又如此心虚？呸！是他们挟持我来的，我什么都没说。我天下第一绣庄的牌匾是王妃赐予我的，如果我有任何差错，王妃怎会将此匾赐予我？我是念你秀技出众，并不知你德行如何。3年，我独守空房，只因心爱绣衣美长，赏识吴莲的才华，这又何过？林如兰，你还有其他证据证明吴莲杀人吗？王爷，下官有证据。说，孟婉姑娘去世之前见过下官，吴莲叫孟婉姑娘送给下官一幅《春江图》，叫下官对她烟雨绣庄那些非法之事网开一面。下官是朝廷的官，是老百姓的官，不是她吴莲的官。孟婉姑娘还告诉下官，如果她有一日遭遇不幸，那必定是吴莲所为。她知道吴莲的事情太多了，恐怕被她灭口。这令如兰与那孟婉本就是一丘之貉，我这手就是被她所伤。王爷明鉴，他的手根本就没有受伤。王禄在。你原来借手伤住进王府，就是在骗我。小姨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如兰姐姐已经把吴莲弄倒了，她会给孟婉报仇的。孟婉之死既已明了，你还要告她奸淫绣娘，可有证据？有。我自己就是。3年前，我跳城墙自尽，就是为此。3年前，你是因爱我而不得，况且你是跟你夫家不睦，与我何干啊？让你鱼缸中所藏的这份名单又是何意？你随便拿个名单就来诬陷我。这名单所藏匿在鱼缸的夹层中，此线也正是你烟雨绣庄所独有。呈上来。王爷，这份名单关乎这几十名女子的贞洁，还请王爷让女官来复验。本宫就是女子，我倒要看看吴莲奸污了谁，谁敢承认她在这名单之上。王妃不须以名声来威胁姐妹。我黄娇娇以人为证，2年前我在绣庄学艺，竟被吴莲淫奸。待我嫁人之后，她用这个名单威胁我，不让我说出去，否则就杀了我跟夫君全家。我的夫君去讨公道，却被他逼死。吴莲将那些绣娘受辱时对应的节令花语绣成帕子，满足私欲。畜生，就是他！小叶，就是他！小叶，不害怕，小叶，没事。吴莲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王妃，不要听信这些人谗言，他们都是一伙的。王妃，杀了他们，杀了他们！3年前，我听厉如兰说起时，我总不相信这世上有如此邪淫之人。吴莲啊，吴莲，
也幸亏是我，让厉如兰冒充我的身份与你争锋。若非如此，你还要嚣张到什么时候？表姐，在你眼下，这样的恶人竟然横行多年。我虽然纵他，但我并不知他犯下如此罪行。王妃，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？是他们的，是他们求着我到我绣庄学艺，是他们求着我想学了我的手艺，觉得自己可以嫁一个好人家。这些贱人，他们全都是自愿的。我自幼贫寒，学了一身绣艺，纵横锦绣城多年，受人敬仰。但还要给你当一只狗，哄着你，捧着你，我就是要凌驾于他们之上。无莲，你卑鄙无耻！事已至此，你还不认罪？王爷恕罪，是臣妾管教不力，纵恶人行了恶事，无廉之罪，请重罚。你们这些贱人也配罚我？看看，看看！无廉，你干什么？放手！看看！放手！看看！是谁说的？只有我能绣凤舞9天。是谁说的？只有我能让你容颜永驻。又是谁说的？只要有你在这锦绣城中，便没人能奈何得了我。将无廉拿下。是。王爷，王妃她只是求美而已，王爷莫要责怪啊。没有人可以审判我，天下就没有这个人。那么多姑娘，早该死。送王妃回府。王妃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今日有本王在，你尽管说。如兰只盼世道清明，那些无辜女子不再被强势所欺压，不再被世俗所厌。天下女子若都有如兰这样的勇气，便永不会被恶人所欺凌。王爷，愿今日之后，世人能知，女子清白自在人心，而非枷锁之下。锦绣城可愿以此为誓？自今日起，锦绣城的女子们，不以贞洁分清浊，只以德行论成败。厉如兰，你还有何愿？若当初有人能挺身而出，也许这一切都会不同。自古巾帼多奇志，不独男儿成英豪。锦绣城这些女子以纤纤玉手擎起一片朗朗乾坤，才换来今日这一刻更痛快、更圆满的结局。罪责已定，受害者当免被指认之苦。进去。
将在夜未白，就是供我采。那半生无需再肝胆找真爱，话不与心未改，素手挽霜来。因为3日又来到一座宾宅，只为你一念不退，醉尽我来时的爱。无悔深深旧债，暮色沉埋，换我独自离开。若果是飞雪成灾，回望处旧云成埋，一念成灰，再难写下将来。